当您迈入60岁之后，身体会开始出现微妙但明显的变化。早晨起床时，感觉动作变慢了一些，记忆力有时像裹了一层薄雾，双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轻盈有力。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岁月不饶人，是老化的必经过程，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与许多长者密切接触并累积多年临床经验后，我发现了一件事，这彻底改变了我对老化的看法。许多疲劳感、关节酸痛、脑雾，甚至是失眠，其实并非完全由年龄引起，而是源自于人们每天摄取的碳水化合物种类。有些碳水化合物看似无害，却在悄悄地消耗您的精力、清晰度和平衡感。而另一些简单、滋养且温和的碳水化合物，则能让您的记忆更敏锐、睡眠更深沉、血糖更稳定，并以最柔软、最自然的方式支持您的晚年生活。今天，我想与您分享4种您应该立即停止食用的碳水化合物，以及4种60岁后的身体真正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其中最后一种是许多现代人都已经遗忘的食材，但它却帮助了我的许多病患在短短几周内重拾思绪清晰与稳定的精力。如果您在乎如何在晚年保持健康、敏锐与活力，我很荣幸能陪伴您走过这段旅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些健康资讯，这不是为了演算法，而是因为您值得拥有一个感觉更轻盈、更清晰且更充实的生活。现在，让我们从第一组开始谈起。这4种碳水化合物会悄悄地减缓您的身体节奏。第一种，白吐司。在多年服务长者的经验中，我看到一个非常一致的模式：许多人习惯以一片白吐司开启一天，认为这是一种清淡且容易消化的选择。但这个熟悉的舒适食物，往往就是导致早餐后几小时内精力崩盘的元凶。白吐司是由去除了几乎所有纤维、天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精致小麦面粉制成。一旦吃下肚，它在血液中几乎会立即转化为糖分，导致血糖急剧飙升，随后又迅速骤降。当这个血糖云霄飞车发生时，您的身体会发出一些您可能很熟悉的讯号：迟钝、轻微颤抖、脑雾、易怒、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是没来由的情绪低落。在您30岁或40岁时，您的身体可以较轻松低音对这些血糖波动，但在60岁之后，您的新陈代谢和荷尔蒙调节能力已不再那么灵活。这些快速的飙升和骤降会带来更强烈的冲击，增加关节不适，助长体内发炎，干扰睡眠，并加速记忆力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今市面上大多数的商业白吐司都含有防腐剂、隐藏糖分、精制油和添加剂，以保持口感松软，多日不坏。这些成分不仅会混淆您的消化系统，还会导致一种您当下感觉不到的慢性发炎，逐渐磨损您的健康。我遇过许多病患，他们来到诊所时感到长期疲劳、轻微头痛，或整个早上都昏昏欲睡。他们原本归咎于年纪大了，但当他们尝试将白吐司从早餐中移除仅仅2周后，大多数人都回来说，他们感觉头脑更清楚，情绪更稳定，也更有活力了。请理解，我不是要您完全放弃面包，而是建议您暂时放下白吐司，因为它精致的结构和低营养价值已不再符合60岁以上身体的需求。如果您一直认为它是温和的，选择是助赞时浆，它放在一边，您的身体可能会向您传第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听起来就像是一种感谢。第2种，伪健康的杂粮面包。如果说白吐司是明显的罪魁祸首，那么市售的杂粮面包就是狡猾的伪装者。
许多长辈来到我这里时会自豪地说：别担心，医生，我已经戒掉白面包了，我现在都吃杂粮面包，这比较健康。但当我们仔细查看成分表时，我只能无奈地轻轻摇头。台湾超市里大多数的杂粮面包其实并非全谷物，当然您会看到上面撒了一些种子，让它看起来很扎实，但里面的主要成分仍然是精致面粉，也就是白吐司用的那种基底。这对您的身体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的血糖反应与吃白吐司时完全相同，快速飙升后紧接着剧烈崩盘。唯一的区别在于，您误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因此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吃得更多。更糟糕的是，许多品牌会添加糖蜜、红糖、糖浆或焦糖色素，让面包呈现出那种看起来很健康的褐色，但这一切都只是伪装。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些额外的糖分和色素会引发更大的血糖波动、更快的饥饿感以及更多的发炎反应，而这些正是我们试图避免的。我还记得来自台中的林阿姨，今年67岁，她告诉我，我换成了杂粮面包，但我的膝盖还是痛，每天早上还是感觉昏，神神的。当我们检视他的饮食日记时，罪魁或首显而易见，正是他信任的那条杂粮面包。在换成真正的100%全麦面包仅仅1周后，他就回报说，关节僵硬感减轻了，头脑也明显清晰许多。在60岁及以后，您的身体需要的是真实的营养，而不是精美包装制造的幻象。遗憾的是，现代食品标签太容易误导消费者了，并非所有杂粮面包都不好。但如果包装上的成分表第一项列的是强化面粉 （enriched flour）、添加糖或糖浆、焦糖色素，或是长胀一串防腐剂，那么它就不是能滋养您身体的食物。我常告诉我的病患一个简单的判断法则：如果面包看起来很健康，但放几天后都不会偏硬或发霉，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面包。坚持这个原则，您就能避免许多超乎想象的麻烦。第3种，早餐谷片 cereal， 在许多家庭中，特别是独居的长者，一碗早餐谷片已成为早晨的仪式，快速、方便、轻盈，而且看似健康。但在诊间里，我认为这是导致60岁以上族群陷入早晨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循环的最大原因之一。超市或架上的大多数谷片，即使是那些标榜心脏健康、高纤、全谷物或低脂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它们是高度加工食品，加工程度之高，以至于您的身体几乎不需要费力去消化它们。几分钟内，这些碳水化合物就会转化为糖，导致您的血糖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如同往常，有起必有落，随之而来的崩盘会让您感到精疲力竭、手抖、无法专注，甚至有些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崩盘可能只是令人烦躁，但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打击要慎重得多，特别是会影响思绪、清晰度和持续的体力。即使是标榜无糖的谷片，也可能有问题，因为谷物本身经过粉碎、挤压、烘烤和多次重塑，消化后其行为几乎与精制糖无异。而那些调味谷片、脆片、强化谷片或混合果钳的产品，通常含有大量的隐藏糖分。我的许多病患在得知他们那碗谷片的含糖量竟然相当于半罐汽水时，都感到震惊不已。年长的身体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血糖的剧烈波动。每一次剧烈的波动都会一点一滴地侵蚀睡眠品质、情绪平衡、记忆力，甚至心血管健康。另一个鲜少被讨论的问题是，
谷片类早餐通常缺乏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缺乏这些营养素，您的身体就缺乏保持精力充沛所需的稳定燃料，导致上午晚些时候就会渴望甜食或浓咖啡，从而制造另一个疲惫的循环。我并不是说所有麦片都糟糕透顶，但大多数受欢迎、方便、包装鲜艳的产品，尤其是那些针对银发族行销的产品，其实都在迫使您的身体过度运作。如果您习惯以一碗谷片开始新的一天，试住用更稳定的能量来源替代它，几天就好。即使您觉得自己目前状况还好，其差异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第4种，甜面包与糕点。在所有长者应该避免的碳水化合物中，像马芬、muffin、可颂、丹麦面包、甜餐包和大多数预先烘焙好的点心，是我最担心的。不只是因为它们很甜，而是因为它们结合了对60岁以上身体最糟糕的4种成分：精致面粉、速效糖、精致油脂和工业添加剂。当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时，会造成远超常人想象的沉重代谢负担。糕点会导致您的血糖迅速飙升，然后同样快速的崩盘，让您在1个小时内就感到疲累，无法专注，有时甚至昏昏欲睡。但这只是显而易见的部分，更深层的危险在于大多数商业糕点中使用的油脂，它们往往会助长慢性发炎。在长者身上，这种发炎通常不会表现为剧烈的疼痛，而是更安静的讯号：晨期僵硬、记忆模糊、睡眠不安稳，以及整天挥之不去的沈重感。我有位病患住在高雄的71岁陈伯伯，他喜欢在喝早晨咖啡时配一个小马芬。他想着，一生这才小小一个，能有多糟？但在几个早晨感到迟钝后，我们监测了他饭后的血糖，结果显示，在短短30分钟内，他的血糖飙升程度几乎与吃下一个充满糖霜的杯子蛋糕相同。当他戒掉马芬2周后，他早晨的头痛缓解了，脑雾也几乎消失。糕点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会欺骗您的饱足感。它们热量密度高，却缺乏纤维和蛋白质，这两者正是帮助维持能量稳定的关键。结果就是您很快又会饿，并开始在一天中寻找更多甜食或速食碳水化合物。年轻的身体或许可以从这些波动中恢复过来，但在60岁之后，反复的飙升和崩盘会耗尽神经系统，并增加大脑中的氧化压力。我并不是说您这辈子必须完全拒绝糕点，在家庭聚会中偶尔享受一下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糕点是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早餐、点心还是小确幸，您的身体都在承受它已无法舒适负荷的重担。如果您正在寻找减少摄取的理由，只要观察自己在几天不吃糕点时的身体感受，您可能会发现脑片轻盈了，关节不那么僵硬了，情绪也更稳定了。这些都是身体终于获得喘息空间的迹象。既然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会消耗您精力的碳水化合物，下一步自然是探索那些能真正滋养您身体的选择。这些碳水化合物能稳定血糖，让思绪明亮，改善睡眠，并帮助身体每天感觉更轻盈。60岁之后，您的身体不需要极端的限制，它需要的是那种运作缓慢、温和，并能与您片化中的新陈代谢和谐共处的碳水化合物。接下来您将发现的这4种碳水化合物，只要加入您的日常饮食，几周内就能带来明显的改善。第1种，也是大自然赐予长者最温暖的礼物——紫心地瓜与其他深色地瓜。在我走访从日本冲绳到北美某些高地区的长寿村时，我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模式：地瓜
特别是像紫色或橙色这类深色品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这绝非巧合。紫心地瓜和红心地瓜含有高量的天然花青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神经细胞，减少血管内的轻微发炎，并支持稳定的血糖。与素酵淀粉不同，地瓜释放能量的速度很慢，有助于大脑保持警觉，而不会出现许多其他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崩盘效应。我的一些病患起初担心对长者来说地瓜淀粉含量太高，如果是油炸、果糖或做成甜点，那确实如此。但如果是简单的蒸或烤，地瓜就会成为最温和且最滋养的碳水化合物来源之一。它们不仅支持身体运作，还提供了一种长者深深喜爱的温暖与舒适感。它们的水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顺畅，并减少便秘，这是许多长者难以启齿的困扰。天然的钾含量也支持健康的血压，并减少夜间腿部抽筋。地瓜的用途非常广泛，您可以早上吃半个地瓜来代替精致面包，将丝它们加入午餐作为稳定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或者将紫心地瓜与无糖植物奶混合，制成令人满足的下午茶点心，以抑制对糖的渴望。无论是紫色还是橙色，地瓜都有一个重要特质，它们是对老化身体非常有教养的碳水化合物。它们缓慢的滋养，不会让血糖飙升，不会在胃里造成负担，吃完也不会让您感到精疲力竭。将它们加入您的餐点几天，您可能会注意到微妙但明确的变化，更稳定的精力，更平静的消化系统，以及更清晰平衡的精神状态。第二种大麦巴类。如果说地瓜为大脑带来温和的滋养，那么大麦则提供另一种支持来自消化系统和新陈代谢内部的深层稳定的力量。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我认为大麦是真正的节奏保持者，能以微妙却明确的方式帮助身体顺畅运作。大麦富含贝塔葡聚糖贝塔咕噜坎，这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性纤维，能减缓糖分吸收进入血液的速度。这意味着在吃完含有大麦的一餐后，您的血糖不会像吃白吐司或早餐麦片那样飙升和崩盘。相反地，您的身体会接收到细水长流般的能量，这是晚年的大脑、心脏和神经系统深切渴望的。贝塔葡聚糖也是肠道菌群的养分，您可能不会立即感觉到这一点，但当肠道得到适当喂养时，身体会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消化更轻松，胀气减少，情绪更稳定，焦虑感也会降低。我的许多年长病患惊讶地发现，仅仅是将白饭换成混合大麦的饭，他们的情绪平衡就获得了改善。大麦也提供非水溶性纤维，有助于保持排便顺畅，并减少便秘。这对许多长者来说是个安静但常见的不适来源。这个小小的改变通常会带来身体的轻盈感、更好的睡眠，以及白天更稳定的精力。我最喜欢大麦的一点是它的多功能性。您可以像日本传统的麦饭一样，将少量大麦混入米饭中烹煮，或是加入汤品、沙拉中。只需在午餐中加入2到3汤匙煮熟的大麦，几天内就能产生显著差异。有一点需要注意，大麦天然含有麸质，这对大多数长者来说不是问题，但那些有麸质不耐症或乳糜泻的人应该避免，或选择无麸质的全谷物。大麦并不花俏，它不承诺奇迹或速效，但它以安静的耐心运作。这正是60岁以上的身体所需要的平衡、稳定和令人安心的一致性。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能同时支持消化、血糖和情绪放松的碳水化合物，大麦值得重回您的餐桌。第三种，浸泡过的短梗糙米。在许多亚洲饮食传统中，短梗糙米，也就是台湾常见的蓬莱糙米，世代以来都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在现代长者中，它常被忽略，因为它比较难咀嚼或难消化。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困难通常来自于烹调方式不当，特别是忽略了一个简单但强大的步骤，在烹煮前先浸泡米粒。短梗糙米的麸皮层富含镁锰和 B 群维生素，这些营养素对于稳定神经系统、支持能量产生、改善记忆力和维持情绪平衡至关重要。60岁以后，当神经细胞更容易疲劳时，这些天然的 B 群维生素提供了大脑默默依赖的基础支持。另一个好处是糙米的升糖指数 GI 值远低于白饭，这意味着没有饭后的糖分冲击，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疲劳浪潮。对于胰岛素反应不如以往敏感的长者来说，这种稳定性极其重要。它减少了午后的昏沉感，让头脑保持清晰，并帮助身体舒适地运作数小时。然而味精，浸泡的糙米对某些人来说确实较难消化，这就是为什么隔夜浸泡成为许多人不知道的秘诀。浸泡可以软化麸皮层，减少质酸，并让矿物质更容易被吸收。对于长者来说，这个单一的准备步骤将糙米从一种省重的食物转变为温和且易消化的能量来源。短梗糙米还提供我所谓的聪明的饱足感，它让您饱足却不感到沉重，提供足够的续航力直到下一餐，而不会引起睡意。我的许多病患在从白饭转为浸泡过的糙米后，立即注意到了这个种差异。您可以透过多种方式食用短梗糙米，将其与大麦混合以增加水溶性纤维，拌入温沙拉，制作蔬菜炒饭，或做味丰盛汤品的基底。对于长者来说，这种变化有助于保持饮食的趣味性和可持续性。就像大麦一样，糙米不会产生戏剧性的隔夜效果，但它的影响是稳定且长久的。在每周3到4次的餐点中加入它，几周后，许多长辈报告说专注力更集中，夜间腿部抽筋减少，睡眠也更深沉。这些都是身体从根本上得到滋养的明确迹象。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天然、熟悉、易于准备且深度支持大脑和心脏健康的碳水化合物，每一位60岁以上的成人都应该至少尝试一次浸泡过的短梗糙米。第4种，晚餐吃得慢，煮燕麦。如果前3种碳水化合物有助于保持日间精力的稳定，那么慢煮燕麦则提供另一种好处，为您的一天画下平静、舒缓的句点。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睡眠是生活品质最大的决定因素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晚上吃一碗温热的燕麦，可能是支持睡眠最简单、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有助于稳定血糖数小时，防止那些在凌晨2点把您饿醒的饥饿感。但我最看重的是它天然的镁和维生素 B6 含量。这2种营养素有助于放松神经系统，并支持血清素的产生，而血清素是褪黑激素，帮助入睡和维持睡眠的荷尔蒙的前驱物。这在60岁以后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此时睡眠往往变得脆弱，容易中断，难以重新入睡，且醒来后很少感到神清气爽。我的许多病患形容得很贴切，感觉我的眼睛闭上了，但我的大脑还醒着。对于无数人来说，晚上加一碗慢煮燕麦能显著减轻这个问题。燕麦还提供了温暖和安心感。
晚上吃一顿柔软、温热、易消化的餐点，有助于消化系统安定下来，而不是引发不适或躁动。它还能自然地帮助您避免吃得太晚，或选择老化身体难以处理的油腻食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燕麦种类，请避免即食燕麦 （instant oats）， 它们过度加工且会让血糖飙升。请选择大燕麦片 （rolled oats） 或刚切燕麦 （steel cut oats）， 慢煮10到20分钟。您可以加一点肉桂或少许无糖植物奶来调味。我有一位住在台南的王奶奶，今年72岁，多年来一直受睡眠问题困扰。在尝试享用温热的晚餐燕麦仅10天后，她告诉我她更容易入睡了，醒来的次数也偏少了。更有趣的是，她早晨的焦虑感减轻了，情绪也感觉更稳定。晚餐燕麦不是安眠药，它提供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呵护，温和地调节神经，系统稳定血糖，并向您的身体发出信号。一天结束了，可以安心休息了。对于6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这种温柔往往是带来最大改变的关键。当我们步入60岁，身体不再所求宏大的转变，严格的节食或华丽的承诺，它真正需要的是持续做出微小而明智的选择。移除那4种消耗精力的碳水化合物，拥抱这4种滋养的碳水化合物，不仅仅是饮食上的改变，这是一种告诉自己身体的方式。我依然想在未来的岁月里活得好，活得深刻，活得强健。这些小小的转变能创造深远的改善，更清晰的思维，更轻盈的关节，更稳定的精力，以及更宁静的睡眠。我在无数年长的病患身上见证了这些变化，我相信您也能感受到。如果今天的讯息与您产生了共鸣，我很希望能听到您的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打算先替换哪种碳水化合物，或者您希望我接下来探讨哪个主题。您的故事和问题不仅帮助我更了解您，也能帮助其他在同一条路上的人感到连结与支持。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温暖、实用且真正有帮助的健康老化指引，欢迎订阅关注。我会在这里透过每一餐、每一个习惯、每一个温柔的步伐，陪伴您走向一个感觉更轻盈、更健康、更充实的生活。